大鑊，趕住出門口唔記得噴香水添，點算好呢？一陣間去扮嘢噴兩下先。Hello， 需要介紹幾款俾你嗎？唔使噶啦，我自己睇就得噶啦。呢一款係我哋 AMS 最新一季嘅香水，而家做緊9折。全程跟住噴唔到添，唉，算啦，放棄。咁香嘅咩嚟嘅呢？香水機喎！原來今日可以有好多大品牌嘅香水俾你哋揀，揀好款式就撳付款，再撳電子付款，揀埋付款平台 ，scan 個 QR code 就可以揾翻對應嘅香水 number， 撳埋個綠色掣就噴得噶啦。價錢係包噴2次噶，所以記得噴埋第2次喎。以後有自助香水機就唔使怕俾人 sell 啦，抵玩啊！佢提供10款名牌香水俾你哋揀，價錢最低都係5蚊咋，啱晒我呢啲臨時要用嘅人啊！佢逐漸會喺呢啲地方有供應，行過路過唔好錯過啦。